點會登記啊？哎呀，安尼我嘅銀行戶口變怎？你放心，呢一個一聽就係知詐騙電話嚟㗎。佢咧就會話自己係警察，之後咧就話你嘅銀行戶口俾人盜用洗黑錢，就問你攞銀行嘅戶口同埋密碼。一係咧就話幫你開一個咩政府安全帳戶俾你，將你啲錢轉晒入去啊！啊，對。而家啲電話詐騙真係好猖狂㗎。我家姐咧前排先中過招，所以啊真係要提高警惕㗎。我也冇看新聞，但是啊，忽然間講是馬達卡來的吼，唉，我驚一個，想袂到我本嚟被騙啦。政府官員咧係唔會用電話、訊息或者社交媒體同你聯繫㗎，亦都唔會問你攞銀行嘅戶口同埋密碼。如果你仲有疑問嘅話咧，可以打 Scam Shield Helpline 1799去查詢。